过年要到，这项物件要特别注意哦。疾管署公布一个婴仔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，是北部无满1岁婴仔，目前还佫伫咧家护病房治疗，感染源佫需要追查。另外，顶礼拜全台湾走北去就医的人数就186000人次，一个月来均自走北就244件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食物件之前要用湿润洗手。 查某婴仔便秘、四肢无力，竟然是肉毒杆菌中毒。疾管署公布国内最近4年头一个婴仔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，个案是北部约1岁查某婴仔，平常时敢若食母奶、甲水果泥、菜西泥等副食品。去年年底出现便秘、活动力下降的症头，连续2礼拜无改善。今年1月初住院检查，发现目睭皮下垂、四肢无力，伫屎内底验出肉毒杆菌，甲毒素基因确诊。目前搁伫囡仔家护病房治疗，食物检体也搁咧检验。母乳比较不会有这个造成这个肉毒杆菌这个中毒的这个风险哦。那根据以往的个案的这个案例呢，也是有觉得是说这个比较可能的是透过这个吃到这个副食品哦。食安风险阁唔难呢，疾管署监测阁发现，顶礼拜全台湾门急诊就医累计达到18.6万外人次。最近4礼拜落屎均自通报，阁累计达到244件，2项拢创下最近5年新高。发生的地点大多数是伫旅店、餐饮业，并且超过90%拢是因为落落病毒来感染。疾管署预告，因为要过年啊，民众出游食饭的活动多，落屎人数佫会增加。过年了后，恐惊会到23万人次。 我们预估呢，腹泻群聚呢会持续来攀升。那大概呢，在春节以后呢，那大概也会有到23万左右的一个腹泻的一个健保及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。 另外，类流感疫情继续拖，疾管署按算流感疫情高峰会伫过年前后，所以宣布1月29到31，也就是初1到初3期间，全国157间病院会开设1230间厝的传染病特别门诊。另外，公开流感疫苗阁剩30多万筒，呼吁还未注疫苗的高风险族群赶紧注射，来提升保护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